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生活中共款常常讲会到，这日读做套，套学套第三条。套是算一组一组物件的单位，像册咱讲规套的，用物件嵌伫咧外口，咱讲套起来。另外讲话，怪人讲实话，咱讲套话。套话嘛有讲话互相串通、互相配合的意思。也个用来嵌物件的家私工具，咱讲笔套、册套。啊，若是本事、能力、才调，咱讲这人有一套啊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宽套，宽套代表是陷害人的计谋，或者是挑工要甲人买通。第二个词读做套头话，一般有两个意思。一个是讲话母，啊，若是会当讲要讲的代志，咱嘛讲套头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提醒大家都要特别注意诈骗集团变成哪的宽套，这已经是套头话。也毋过也是有真侪人一个无注意，就互因骗过手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套提供予大家参考。